局，后来是他们把我送过来的，但还是迟到了。哦，全息用为。不对，你去公安局带礼物干嘛？不，我是晨跑的时候带着礼物。你送谁的？不是那个礼物，它叫礼物，就我养的那只小狗，它叫礼物。那狗呢？又带殡仪馆来了？狗放伤心面馆呢，让浑叔看着的。赶紧换衣服去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他一会儿不得接你来了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你瞧你这个毛这乱的啊！喂，你好，你哪位啊？罗大淼，你这个庸医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害死了我爸，你想脱身没那么容易。我拼上我这条烂命，我不要了，我让你这辈子都当不了医生。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张口就骂，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？神经病！谁呀？不知道，张口就骂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哎，电话，谢谢阿姨。这个屏碎了，是谁的呀？谢谢。下次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楠姐，我是不是拿错电话了呀？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拿错东西呢？赶紧给你自己手机打个电话。干嘛呢？干活。哎，好好来了，师傅。先别弄了，中午再弄吧。赶紧走。曹国华，65岁，死亡时间3天前，死亡原因空缺。他为什么要解剖？死者生前是一名肝癌晚期患者，在咱们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去世的。他儿子不认可主治医生最后的姑息治疗方案，要求赔偿，对方拒绝了，所以两边准备打官司。解剖结果关系到医疗责任的认定，也是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。医疗纠纷的法医鉴定工作，一头担着死者的人命，一头担着活人的饭碗，搞不好两败俱伤。行，那你忙吧，我去看一眼师傅。你找谁啊？哎，这是我们更衣室。你找谁呀？你麻烦你，请问一下你找谁？我是曹国华的儿子，今天法医要解剖我爸的尸体，我得看着。是这样，这个遗体的解剖啊，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，家属在场未必能承受得了。再说了，法医的工作还需要专注、安静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打扰他了。打扰？谁打扰谁呀？躺在那解剖台上的是我爸，你凭什么让我见我爸？不是不让你见，是等解剖完了之后。什么叫解剖完了之后？医院给你多少钱啊？让你就这么配合人家，在我爸遗体上做手脚？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？医疗纠纷的解剖会有人全程录像的。那你告诉我解剖是在哪儿？我得亲眼看着他怎么解剖我爸，明白吗？解剖的事不归我们管，你要有要求去找我们领导提，这个我真帮不了你啊！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这是我家财产，啊，不能这样啊！你再让我报警啊！报警！干什么你？你让人报警！干什么？哎呀，是报警是吧？行，咱们看看警察来了帮谁啊？都等着，给我等着！狗屁东西！那师傅还报警吗？算了，干活吧。他们舌头怎么伸在外面啊？
通常人死之前，随着心脏停跳，有些人会开始抽搐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下意识地张嘴伸舌头，大口呼吸，直至死亡。所以这种死者送来之后，就需要我们用巧劲儿把舌头给他塞进去。我做一遍，你看啊。首先要放松面部肌肉，按摩的力度要适中，然后慢慢打开下颚。捏住舌根，往里放。看明白了吗？没事，来，做一遍就明白了。别紧张，他是孤儿，临终前留了遗言，让咱们殡仪馆全权处理他的遗体。你放开手脚去干就行。放开手脚，也要注意分寸。往生者，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，我们处理遗体，都要一视同仁，不分高低贵贱。对。入殓跟生死一样，都是一瞬间的事情，要用心。来，开始吧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还好吧？我闻闻有味吗？真没有。胖子，哎，你来一下，帮我忙把这2碗饭端过去。来嘞。好嘞。老板来碗红烧牛肉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哎，你自己找。吃啊，坨了。摸一口。正好你们在这儿，我买了卤鸭舌，一起吃嘛。不用，不吃。三月啊，上次的事情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想跟你道个歉，你不要再记恨我了吗？来，吃个鸭舌。这见面结果对我们庭院太重要了，真的不是真的，陈法医，我知道他们医院家大业大的，我们小老百姓我们也比不了，是吧？但是你知道，这我爸不能白死啊，对不对？这法院怎么判啊？哎，这全看您了。不至于啊，收回去，收回去，我还有事儿。不是，陈法医，您听我说，您说什么？您得帮帮我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得还我父亲一个公道。我一定会还你父亲的公道，好吗？你先回去。不是，求求你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我给您跪下了，陈法医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曹晨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这么做不合适。我答应你，报告我会如实的写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陈法医，我是受害者的家属，真的，您得帮我告倒那个破医院才行啊！你快起来！不合适，我不起来，你不帮我，我得找我，您真得帮我，起来！这是哪出啊？曹轩，在这大喊大叫合适吗？再一个，你这好戏也没选对地方吧？来，你抬头，你自己看，摄像头开着呢啊！你在这儿跪他，他就是想帮你也不敢了吧？你想想。反正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剩下的事儿呢，你自己掂量着办。如果这次官司我要是输了，咱俩都别活了。